好，除了诈骗以外，这毒品嘛是同款掠卖哩。来看这台南甲云林的警方是成立专案小组，经过当月的调查，伫云林查到2个卖毒的集团，发现因主要就是找少年人来卖毒。这11个嫌犯当中有8个人才拄满20岁尔，所以检方是照毒品危害防制条例顶罪嫌，甲因提起公诉。来，起来！警察！专案小组的人来到云林口后的一个林家厝内底，当场压制这35岁姓陈的主嫌，因为去年开始就专门找当地25岁少年人来卖毒。云林地检署与警方合作，经过1年多的监控，总算是抓到这个集团。贩毒集团，他们招募20几岁的年轻人加入他们集团，并以云林县口湖乡住处、及麦寮乡住处及工厂作为他们的据点。然后大量制造新兴型毒品。同款是找少年的成员，38岁姓张的嫌犯，为去年开始组织卖毒集团，以朋友经营的工程公司做抗毒品甲卖毒品的据点。这2案是计共抓到11个嫌犯，其中8个人才拄满20岁。而且他们犯错的对象大致上都为20几岁的年轻人。依托米纸、烟弹外，另外尚有获得彩虹烟100多包，毒品咖啡包900多包。本案侦查终结后，分别以《毒品危防治条例》第4条第2项及第3项贩卖第2、3级毒品，将被告等11人予以提起公诉。卖毒集团除了找少年的成员，嘛拢专门卖给少年人。警方表示，这查新的毒品是愈来愈重要，会阁继续侦办来阻止毒品的买卖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